心，把我的心绑架，让我们爱交换，悲伤到忧伤到这个伤，爱在这放纵的，毫无保留给他，我和他说话，表情夸张，吃饭不再来。我慢慢也被他同化，只能紧抓紧呀，再去买它，再去买它，心像冰淇淋渐渐融化，再去买它，再去买它，穿透我所有的想法，画面全都是他。心害怕是我把巧和爱面临着心很大，默契可靠，爆炸，我把我的笑像个傻瓜，说着冷笑话，他慢慢也被我同化，我才跟我一样大，他去买它，他去买它。心被他甜蜜微笑秒杀，再去买它，再去买它，他想我想他，就让爱把我们同化。大家好。One, two, three。心像冰淇淋渐渐融化，穿透我所有的想法，画面再来，心被他甜蜜微笑秒杀，他想我想他，就让爱把我们同化。再去买它。谢谢，拜拜。好早嚟到等你嘅，知唔知啊？係知啊。咁不如咧，我哋四方八面同佢哋 say 個 hi 先好嘛？呢邊先好嘛？後面啦，前面先。上面。呢邊。呢邊。還有後面。喺度喪邊啊！係喎，哇！小心啲啊，你哋。露台都有喎嚇。係啦，小娟再次嚟到香港有咩感覺呢？有什麼感覺？感覺就覺得很久沒有再回來香港啊，就覺得很想念大家。咁但係如果要介紹你嘅獨一無二嘅唱片嘅歌曲啦，專輯嘅話，小娟覺得邊一首歌最有感動呢？你講咩啊？最感動是哪一首歌呢？哦，說專輯裡面嘛。最感動，我每一首歌都有感動的地方啊，因為。最近在宣傳的一首歌是《怕安靜》啊，對，你們睇過嗎？怕安靜。我有脫衣服，你們看到嗎？我在那個 MV 裡面有露一半的身體這樣。哇！咁另外拼什麼首歌呢？拼什麼那首歌其實我比較不會去聽，因為聽了會難過。哦，對。點解呢？因為歌詞的內容啊，然後它反映到很多就是以前羅志祥的點點滴滴啊，所以我都盡量會聽一些比較輕快的或舒服的歌曲。OK， 咁小豬覺得自己今次呢張專輯最突破係咩地方呢？最突破的地方？最突破的地方啊，對，這張專輯就是有嘗試了 R&B 的東西，然後像那個美麗的誤會啊，然後一些歌曲都是我蠻喜歡的。
係咪啊？嗱，我知道呢張專輯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噶嘛，小豬。咁最喜歡嘅邊一個造型咧？睇下啲 fans 中意嘅造型係咪就小豬最中意嘅啦？最喜歡的造型。我最喜歡的造型，對。我最喜歡的造型應該是，只要漂亮就好了。即係每一個都中意咯喎。對對對，漂亮我最喜歡啊。獨一無二嗰個咧？獨一無二那個比較西裝的 look， 所以它比較拘謹一點。像今天這種的我還蠻喜歡的。係咪啊？喂，咁啊，香港 fans 好留意一樣嘢咧，就係咧要知道阿小豬究竟幾時再嚟香港開演唱會啦？還是在來香港開演唱會啦？我可以先講一個比較近的啦。5月7號會在澳門先辦 ICO， 然後5月份喺澳門先。香港的會在夏天。係咪啊？會在夏天。好，我哋耐心啲等候嚇。嗱，我哋新都城中心咧就為咗咧即係慶祝小豬咧佢嘅全球發行嘅獨一無二嘅專輯啦，非常大賣嘅關係咧，我哋預備咗一個咧慶祝嘅儀式俾阿小豬㗎喎嚇，係一個好靚嘅水晶球。咁陣間咧，小豬咧就將你嘅手咧放喺上面，咁咧就會有一啲好靚嘅我哋嘅嗰啲水晶球嘅一啲字句會出現㗎啦嚇。我哋一齊數3聲好唔好啊？然後這樣你的手放在上面，好吧？3、2、1，哇！再次咧就歡迎咧小豬羅志祥咧嚟到新都城中心，有佢咧舉辦咗今次嘅獨一無二羅志祥嘅 Only For You 簽唱會㗎。咁啊，小豬好一好，影下相先啦嘛嚇。喺新都城中心啦，換領咗簽唱會嘅簽名證嘅朋友咧，我哋喺稍後咧，我哋完結咗我哋嘅遊戲同埋音樂會嘅話咧，就開始我哋嘅簽名㗎啦。唔該晒 ，thank you， 唔該晒小豬。咁跟住落嚟咧，嗱，我哋咧開始有啲遊戲啊。咁首先咧，不嬲咧，小豬啲舞咧都好獨一無二啊。咁所以咧，我哋咧事先咧就揾咗2位嘅小朋友咧，就想跟下阿羅老師學下跳舞嘅嚇。好，我哋有請2位小朋友先。佢哋咧就着咗你喺獨一無二嘅造型啊，係，say 個 hi 先好嘛？好，已唔放手喎佢。好，你叫咩名啊？彭樂珍。阿珍，好，你咧？我叫李天樂。李天樂，有咩説話同小豬哥哥講啊？希望你咧可以做到 superstar， 成為全世界第一最出名嘅一個。佢話祝你已經成為咗 superstar。哦，多謝多謝，多謝。聽唔到佢講乜嘢啦，唔緊要。咁啊有啲咩舞蹈要學阿小豬哥哥㗎咯喎嚇。咁預備好未啊？我哋音樂預備好咧，阿小豬就要跳一跳舞，教一教佢哋咯，好嘛？教他們要舞蹈。我看。你教他們好嗎？我教他們，還是他們要跳？對。他們要跳給我看是嗎？你教他先。我先看先。好，望一望先好嗎？嚟啦噃，1、2、3。嚟，啊，他們還不會跳嗎？識少少。哦，少少啊。係啦，但係你要教佢哋嘅。你教他們先，他們跟你，好嗎？我要教哪裡？stop。停，係啊。我不知道要跳哪裡。你們要學哪一段啊？你識邊一段啊？我唔識㗎其實。哎呀，即係你跳乜嘢？你跳什麼，他們就跳什麼啦。可是很難有點難哦。係因為咧我都未學過。所以咪要你教咯。佢話佢未學過，睇不懂啊。哦，OK。哦，是怎麼樣？哦，叫那個你睇我啦。好。打啦，因為那個很難啊，小朋友。你都要跳個一齊咯喎，好嗎？
OK，你睇1、2、3，1、2、3，還是我們要不要唱敗給你好了？有冇啲深少少嘅？有冇啲轉圈㗎，小豬？因為很難啊，真的很難，蠻難的，對啊，我怕他們會受傷。咦嗱，佢自己嚟啦，我睇你啊！好，咁不如自己發揮嚟試下好嘛？還是你們自由發揮啦嘛？OK，得嘅喎，可以喎。OK，咁嚟咯噃，我哋俾啲鼓勵嘅呼呼聲俾兩位小朋友先好嘛？好驚㗎，人哋對住咁多姐姐跳舞而家。嚟咯噃，1、2、3。嚟咯，去，自由發揮。哇，好嘢喎！我俾啲歡呼聲、掌聲啲小朋友先好嘛？耶！哇！好，仲有冇啊？繼續。好啦，跳住咁多先啦，好嘛？俾啲掌聲佢哋。點啊？跳成點啊，羅老師？你是他的 fans 對不對？對啊。一直抬頭跳舞啊。係啊，所以佢驚咯 ，fans 見到偶像啊嘛。對啊，好帥啊！加油！唔緊要啦，不如加阿小豬影幅相好冇？咁啊，多謝你哋上嚟跟阿小豬學跳舞啦，好冇？係啦，好緊張啊 fans 們，係啊。使唔使行前少少啊？啊，仲有獎品喎，小豬頒翻俾你哋嘅嚇，一人一隻，揸住先，係咯噃。好啦，唔該晒，好多謝晒兩位小朋友。